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崇拜即將開始，請各位弟兄姊妹將我哋嘅手機校去正音位置，以免影響程序嘅進行。好，我哋香港路德會聖腓力堂70週年堂慶感恩崇拜，現在開始，弟兄姊妹請站立。香港路德會聖腓力堂70週年堂慶感恩崇拜，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阿們。各位請坐。我哋第一首唱嘅詩歌，程序表，打開程序表第一頁，最好的福氣。我哋請聽司琴彈一次，我哋會唱2次，最好的福氣。我想一生盡你
但你總看顧，樂意參與，愁悶慨嘆變作歡呼。人海中多紛擾迷糊，但我的心始終堅固。投靠你，便覺恩典豐富。也許心中感痛悲，甚至失去了力氣，讓我找緊你熱烈的手臂，圍着我再振翅高飛。人海中雖顛沛流離，但我積水的捨不棄。投靠你是最好的福氣，全賴有着你，才令這生極美。願我的心讚頌我的主，願我的心讚頌我的主，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在你恩典中幾多的好處，清早到晚上也記住，藏在你帳幕的隱密處，渴想一生盡力愛主，也許一生多困苦，被世間熱氣恨惡，但你總看顧，樂意參與，愁悶慨嘆變作歡呼。人海中多紛擾迷糊，但我的心始終堅固。投靠你，便覺恩典豐富。也許心中感痛悲，甚至失去了力氣，讓我找緊你熱烈的手臂，圍着我再振翅高飛。人海中雖顛沛流離，但你應許不捨不棄。投靠你是最好的福氣，全賴有着你，才令這生極美。各位弟兄姊妹，請一同我站立。打開程序表嘅內頁。主內親愛嘅弟兄姊妹們，我哋用虔誠嘅心，在上帝我哋天父面前，赦我哋罪，並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他赦免我們。我們嘅幫助是從主而來。主創造了天和地。我說我要向主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全能嘅上帝，慈悲嘅父啊，我這困苦可憐嘅罪人，向你承認我一切的罪過，就是我生來已觸動了你，應當甘心無永遠受你刑罰。但我因着這些罪孽，心裏就很憂愁痛苦。求你因你無窮嘅慈悲，並因你愛子耶穌基督誠意無辜受苦而成的苦，使我這一切罪人得蒙恩典嘅恩惠。你們既是這樣嘅承認，我就憑着被召而立為傳道執事嘅職分，宣告上帝嘅恩典給你哋，並代表我主耶穌基督按照嘅命令赦免你一切嘅罪過，奉父子聖靈嘅名。像我也必如此，世世無窮。阿門。
榮耀歸於神來。在地上平安喜悅歸於人，我們為主太榮耀讚美主稱頌主，敬拜主榮耀感謝主，主上帝天上的光，全能的父上帝，主肉身聖子耶穌基督，主上帝聖父的兒子，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啊，憐憫我們，除去世人罪孽的主，還進高的祈求，坐在父上帝右邊的主，憐憫我們，因為你是聖潔的，為我的事主，你我下自有永遠聖靈，在父上帝的榮耀裏同歸至上。願主與你們同在。願主與你生命同在。我哋要禱告，慈悲仁愛天父，我哋滿心感謝讚美你嘅恩典大愛，因為今日係我哋聖腓力堂慶祝並且感恩70週年嘅崇拜聖餐崇拜，我哋全然感謝你，更加將榮耀頌讚歸俾上主你。為到過去70年嘅歲月，上主你派遣好多你忠心嘅僕人，先聖先賢，在你們開荒嚟到傳揚福音，建立教會及學校，使到福音得以廣傳，有好多失喪嘅靈魂被主拯救。我哋再一次為到先聖先賢同埋歷代歷年嘅所有牧者、牧長、傳道同工、信徒領袖獻上感恩，亦懇求恩主繼續拖帶使用我哋聖腓力堂嚟緊嘅歲月喺觀塘以至到全港去廣傳福音、牧養主民，更加感恩感謝上帝你嘅恩典，差你忠心嘅僕人容子由牧師博士，我哋嘅會長嚟到與我哋正道，求主你聖靈與佢同在，藉著佢嘅聖道聖言，對我哋喺屬靈生命裏邊有所鼓舞、鼓勵、提醒同埋建立。我哋願榮耀頌讚歸全喺上主、聖父、聖子、聖靈。祈禱係靠賴我們嘅救主耶穌基督嘅名。各位弟兄姊妹請坐，現在係恭讀上帝嘅話語嘅時間，請坐。首先我哋經文亦都印咗喺呢個崇拜程序表內頁，崇拜程序表內頁。我哋首先恭讀嘅引題係《使徒行傳》16章9至15節，請謝志強弟兄幫我哋恭讀。今日嘅引題記喺《使徒行傳》第16章第9至15節。第9節，在夜間有異象顯現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着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保羅既看見這現象，我們隨即想往馬其頓去，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裏的人聽。於是從特羅亞開船，一直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亞波利，從那裏來到腓立比，就是馬其頓這一方的頭一個城，也是羅馬的住房城。我們在這城裏住了幾天，當安息日，我們出城門，到了河邊，知道那裏有一個禱告的地方，我們就坐下對那聚會的婦女講道。有一個賣紫色布匹的婦女，名叫尼底亞，是推亞推拿城的人，素來敬拜神。他聽見了主，就開導他的心，叫他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話。他一家既領了洗，便求我們說：
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請到我家來住。於是強留我們。引題讀畢。跟住我哋攻讀嘅係新約嘅書信，係啟示錄嘅21章10至22至27節，同埋2章嘅1至5節。請張家聰弟兄幫我哋攻讀。請張家聰弟兄。今日嘅書信係啟示錄21章10節，跟住22節至27節，22章嘅1至5節。啟示錄21章嘅10節，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上帝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成為城的殿。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上帝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列國要在城的光裏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於那城。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沒有黑夜。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於那城。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啟示錄22章。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的河，明亮如水晶，從上帝和羔羊的寶座流出。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12樣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以後再沒有咒詛，在那城裏有上帝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的額上。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上帝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今日嘅書信讀。各位弟兄姊妹請站立，請站立。跟住係恭讀福音。主耶穌基督嘅福音記載約翰福音第14章23至29節。約翰福音第14章23至19節。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來之父的。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抄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了，我去還要到你們這裏來。你們若愛我，因我到父那裏去，就必喜樂，因為父是比我大的。現在事情還沒有成就，我預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就可以信。福音讀畢。轉去後一頁行。請仍然站立，我哋同讀尼西亞信經，向普世教會宣認我哋嘅信仰。尼西亞信經，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是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之萬物的。我信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先為父所生，出於上帝而為上帝，出於光而為光。
出於真神而為真神，被生而非受造，與父一性，萬物都藉着他受造，為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因聖靈從童女瑪利亞成了肉身而為人，又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受害葬埋，照聖經的話，第三天復活，升天，坐在父的右邊，將來必從威靈中降臨，審判活人死人，他的國度永無窮盡。我信賜生命的主聖靈，從父子而出，與父子同樣受尊敬、受榮耀。他曾藉着眾先知説話。我信藉使徒所立的獨一聖基督教會。我承認為赦罪所立的獨一聖洗。我望死人復活和來世的永生。阿門。各位請坐。咁現在呢，好感恩呢，我哋70週年呢，我哋有獻詩嘅時間。咁現在呢，就請阿 Jessica 姊妹啊，係同埋獻詩幫手獻詩嘅弟兄姊妹係。幫手嘅弟兄姊妹。好，我哋俾掌聲你哋啦！佢哋都排練咗好多個禮拜㗎啦，練詩啊！願天職傳揚主恩典多麼美。
俾啲掌聲，弟兄姊妹。多謝啊，感謝張淑文姊妹幫我哋。唔該。咁我哋聽一首現代嘅詩歌咧，跟住我哋又喺我哋聽今日嘅講道之先，我哋打開程序表頭先嘅神物樣片，我哋唱一首我哋好古典，亦都咧好有呢一個神學意義嘅教會唯有一根基，教會唯有一根基就詩歌。今日好感恩，好榮幸請到我哋香港路德會嘅會長容子柔牧師博士為我哋證道。現在請阿容會長，請容子柔牧師博士。各位聖腓力嘅弟兄姊妹，你哋好嚇！願恩惠平安都從上帝歸於我哋。剛才你哋讀嘅經文裏邊咧，福音題裏邊咧，我哋其實仲有一個更加深入啲嘅，係我決定咗今日同大家分享。不過你哋印咗啦，既然係約翰第14章，咁我哋咧就再睇下約翰第16章23到第33節嘅經文。咁呢個經文裏邊咧就講出咗嗰個第14章入邊嘅話差來25、26節嗰度，
我還與你們同在嘅時候，同埋咧話保惠師係要差嚟嘅聖靈，將一切嘅事講俾你哋聽，並且咧係想起我對你哋所講嘅一切話。呢個咧第16章嗰度咧就係講起嘅一切話，即係14章嘅延續。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我就揀咗第16章。咁嗰度咧，我可以讀一次俾大家聽。第16章23節咧，就係話在那日啊，你們什麼也不會問我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向父下，他會賜給你們。第24節亦都好重要嘅，佢嗰度話：直到現在，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麼。呢個係一個好嚴厲嘅講法。如今你們求就必得着，使你們的喜樂得以滿足。這些事我要用比方對你們說，時候將到。時候將到，呢度再講。頭先係講到那日，耶穌再講時候將到。我不再用比方對你們說，而是要把父的事明白地告訴你們。到26節咧，佢又話：到那日，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並不對你們說，我要為你們向父祈求。父自己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我，又信我是從上帝而來的。我從父而來，到了世界，又離開世界，到父那裏去。門徒說：你看，如今你是明說，不用比方了。現在我們曉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需要人問你。從此我們信你是上帝來的。耶穌回答他們：現在你們信了嗎？看啊，時候將到。佢又再講一次，時候將到，其實已經到了。你們要分散，各歸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獨自一人。然而我不是獨自一人，因為有父與我同在。我對你們說了這些，是要使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要有勇氣。我已經勝過世界。呢度曾經用過2次到那日，亦都用過2次時候將到。各位有冇咩特別嘅意思呢？亦都好巧合嘅。今日係聖腓力堂70週年，係70週年嘅堂慶。咁呢個堂慶係一個時間，所以到那日係咪講緊70週年堂慶嗰日呢？大家剛才亦都詩班唱得好好聽，牧師亦都話準備咗好耐。當然係越準備得耐係越好嘅事啦，因為練習唱詩唔係一個簡單嘅。我知道有啲教會唔係香港嘅，係大陸嗰啲，佢哋如果一個禮拜唔有2個鐘頭參加練習詩班呢，唱歌呢係唔準參加詩班嘅。呢一點呢，一來係因為佢哋嘅音樂造詣呢相當高，亦都因為佢哋要求呢
啲人唔可以隨意嘅企喺度就算數，佢哋有一定嘅要求。香港能夠做到呢點嘅，真係絕無僅有嘅。但係我希望有一日，慢慢嘅，我哋啲師班真係有咁嘅承擔，有咁嘅託付。阿馬校長彈多啲琴俾佢哋嚇，等佢哋多啲參加呢樣嗰樣，大家都要有一個希望喎。我哋都可以當嗰個到那日，我哋聖腓力堂可以做到呢啲事情。到那日可以做到乜嘢事呢？我亦都諗下，我哋人生在世呢，我哋經常都好多問題嘅。我哋好多時候呢，好混淆，唔知道自己今日係咩日子，或者我哋今日預備做乜嘢，我哋根本冇經過呢個咁樣嘅情況，所以耶穌經常提醒佢個門徒話：到那日，其實唔係淨係耶穌嘅，耶穌係好多時候我哋都話人係上帝創造，有上帝嘅靈，有上帝嘅旨意，有上帝嘅計劃喺我哋嘅心入邊。所以喺中國宋朝嘅時候，蘇東坡呢個大文學家，佢亦都有問一句，佢話佢喺嗰個明月幾時有呢首詞裏邊，佢話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今日係乜嘢年份啊？佢連咁聰明嘅、咁有文學、咁有浪漫氣氛嘅，當佢諗起佢自己嘅兄弟，佢自己俾人流放咗去一個好山卡拉嘅地方，佢講起呢樣事情，佢諗起呢樣，佢有諗。所以耶穌講呢個到那日，其實係咪話想我哋每一個人應當喺某個情況裏邊都諗下我哋嘅日子到咗未呢？或者我哋有冇諗下，我哋到呢個日子，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嘢呢？我哋70年，我哋好多教堂都係有差唔多。今日同一日喺黃大仙嘅教會就已經係亦都慶祝緊成70週年堂慶嘅救恩堂嗰邊。佢哋72啊？係72問嘅。哦，不過俾阿李牧師勤力啲，佢要叫我答應咗佢先，所以我就今日企喺呢度。咁何牧師頭先亦都話：你哋好有福氣，上帝祝福你哋有一個咁勤力嘅牧師啊！大家一齊諗下，到那日70年有25,500日，每一日我哋係咪都承擔咗？我哋都有一個諗法，係上帝叫我哋做乜嘢嘢呢？如果我哋有呢個經驗，耶穌唔使提醒我哋啩？嗰啲門徒一定係耶穌覺得佢哋唔係好知自己做乜，所以佢話俾佢聽：到那日，你哋要奉我個名乜嘢啦？因為直到如今，你哋都冇奉到我個名。雖然你哋耶穌祈禱，耶穌教我哋嘅主禱文都有話奉佢禱告係奉佢嘅名，但係真係禱告嘅時候，我哋有冇真係奉佢嘅名呢？我哋口度有講，但係我哋禱告嘅嘢係咪為佢嘅工作，或者係為佢對我哋嘅一啲要求？我哋心靈軟弱，我哋工作能力差啲，或者我哋希望有啲嘢，但係我哋唔清楚，我哋有冇係做呢樣呢？或者我哋只係諗住我哋自己想呢樣想嗰樣，於是令到我哋嘅禱告，聖經入邊話：你哋得唔到係因為你哋妄求，你哋冇
奉佢真正奉佢嘅名，有佢嘅旨意，所以耶穌基督喺呢度講，到今日為止，你哋冇奉佢嘅名，所以到那日，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一日，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呢個侍奉，每一個人都可以喺呢個信仰上行耶穌話俾我哋聽嘅軌跡。耶穌所講俾我哋聽嘅各樣嘅事，都係為咗我哋嘅信仰，都係為咗佢個門徒嘅信仰而係當時嘅。但係我哋今日嚟睇2000年之後，我哋睇到嘅一樣嘅，佢睇到嘅門徒當日有問題，我哋今日都係有問題嘅可以。所以我哋喺聖經入邊曾經講過。耶穌所諗所講嘅事，如果寫晒出嚟嘅話，全世界嘅書都裝唔晒。你諗下，耶穌嘅嗰一日，耶穌講嘅嗰件事，對我哋今日嘅信徒，對我哋今日嘅教會，對我哋今日教會嘅工作，有幾多係我哋覺得仲可以有改善嘅空間呢？有幾多我哋可以知道佢實在喺度每日問我哋，你知唔知今日係咩日子啊？今夕是何年啊？所以我哋睇下人，聖經入邊每一個都係神創造嘅。當保羅喺希臘嗰邊傳道嘅時候，佢睇到啲人連拜邊個佢都唔知。佢話：你哋原來拜嘅係無名之神，你哋唔知道你哋拜緊嘅就係上帝，你哋唔知道你哋拜緊嘅就係一直嘅創造你哋、愛護你哋、祝福你哋嘅，而你哋只係用其他嘅名諗其他嘅事做，有可能得不着嘅一啲祈求，亦都唔會係睇得到神嘅恩典嘅事情。所以喺呢個神講俾我哋聽我哋嘅日期嘅時候，佢再加一句時候將到。如果我哋不斷嘅冇能夠將佢嘅工作擺喺佢個位度，唔能夠將佢嘅工作擺喺佢自己嘅層次，我哋點樣能夠明白呢？我哋或者話，喂，呢啲係同2000年前嘅一班漁夫啊、稅吏啊，或者係其他嘅唔知乜嘢人嘅門徒講嘅，同我今日有咩關係呢？但係我哋睇下耶穌講話唔係，呢個係同我哋每一個人都有關係。耶穌講嘅係俾我哋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嘅，因為佢已經唔再用比方。如果佢用比喻呢，你可以話呢個同嗰樣嘢解釋係另外一樣嘢。但係耶穌基督講嘅，佢較直接嘅，無論我哋自己諗點樣，我哋計劃點樣，但係佢直接嘅話俾我哋聽，神係點樣，神係點樣嘅，冇得等我哋可以偏差，冇得我哋可以唔諗，或者我哋以僥倖，或者我哋以形式，我哋以為係得，其實係耶穌話唔係嘅。所以當呢樣講咗之後，我哋亦都諗起世界上面嘅人喺神嘅角度裏邊，佢嘅角度裏邊係非常之豐富嘅角度。佢講嘅那日，俾我哋諗起我哋過去嗰日，我哋過去嘅教會嘅各種事情，譬如果講整個路德會有各樣嘅問題，有各樣嘅困難，喺每一個人嘅經驗裏邊都係唔同嘅，每一個人嘅自己嘅解釋亦都係可能係完全唔同嘅。但係只有神，佢知道佢嘅教會係繼續嘅喺度，繼續嘅存在，而且係神最後都要祝福我哋。最後嘅佢亦都話俾我哋聽，佢話你哋有冇試過睇到各樣嘅問題，
因為佢話耶穌喺32節，佢話又講時候將到。呢個係點解呢？因為佢話佢係已經復活啦。佢要復活嘅時候呢，啲門徒分散，個個去咗做第二樣嘢，去打魚啊，或者去好遠嘅地方諗下應該將來點啊，離開啲羅馬管轄好啲喎。如果唔係捉埋嘅話，佢哋分散各歸自己嘅地方，留下獨自一人，留下耶穌獨自一人。但係呢會提醒我哋，佢話其實我不是獨自一人，因為有父與我同在。所以我哋睇下耶穌基督最後嘅，佢就話俾我哋聽，我哋在那日，我哋嘅日子，甚至係將到嘅時候，好多時候係孤單嘅，好多時候係困難嘅，因為佢話你們在世上有困難，但你們要有勇氣，因為我已經勝過世界。耶穌基督佢嘅講俾我哋聽嘅，話俾我哋聽嘅，我哋有冇試過係孤單嘅呢？我哋有冇試過困難嘅呢？一定有啦，邊個唔孤單呢？邊個唔撞到困難呢？我琴日都喺一個畢業禮嗰度聽到一個中文大學嘅教授，佢講佢嘅困難，人事嘅困難、研究嘅困難、各樣際遇上嘅困難，佢係我哋路德會嘅係小學、中學、教會都係喺路德會畢業嘅。佢話邊一樣嘢唔困難呢？但係困難之中，耶穌佢話上帝與我哋同在。我哋成日覺得冇人幫助我哋，我哋覺得有呢樣嗰樣，但係佢話其實神一直喺度，甚至耶穌自己佢一個人，啲門徒走晒，點算啊？但係佢話佢已經勝過呢個世界，因為佢知道神與佢同在。我哋每一個人，如果我哋喺我哋嘅日子裏邊，我哋有孤單嘅，我哋有困難嘅，我哋都要知道，其實唔係嘅，神一直喺度，只係我哋冇一直諗住，一直冇記得，一直冇親近佢。所以我哋睇下耶穌基督講俾我哋聽嘅，佢差聖靈，復活節之後差聖靈嚟到幫助。差佢自己嘅門徒，佢要講清楚俾佢哋聽，到底係咩事嘅時候，佢就講得好坦白。佢講得好坦白嘅時候，甚至俾我哋有一個感覺，求耶穌不如求神，因為耶穌嘅嘢未清楚，未喺聖經入邊講晒所有嘅事，係差遣佢嘅神，佢嘅父天父，佢嘅包括嘅事。係遠超過我哋能夠明白嘅，咁樣我哋就知道我哋嘅日子應該點樣數算，我哋就知道我哋嘅日子可以係好近嘅，日期時間將到嘅，咁我哋會更加嘅感覺到神就喺度，更加知道，而且更加冇藉口推諉，更加唔會灰心失望，所以喺我哋紀念我哋自己嘅信仰。剛才我提過呢本嘢入邊有啲話信咗主20年，有啲30年，有啲甚至有啲70年咯。我估我哋嘅日子入邊有幾多時間神我哋知道佢幫過我哋，有幾多時間我哋知道我哋幫過佢，為佢做過嘢呢？有幾多時間我哋感覺到日子？有幾多時間我哋感覺到時間將到嘅嗰啲感覺呢？如果我哋完全冇呢啲日子嘅概念，我哋可以用一個混樂嘅字嚟去形容。如果我哋唔知道，永遠都唔知道有迫切嘅，我哋好難去進步啊！我哋好難去再向前行嘅，因為我哋唔知道個日期會到。所以耶穌基督佢
復活之後，佢話俾我哋聽，佢話俾我哋聽嘅呢樣嘢，佢講嘅有更大嘅，有更多嘅天父，更清楚嘅天父嘅旨意隱藏住喺裏邊。我又再引用宋朝嘅時候禪師嘅説話，佢哋好中意話後邊嘅事嘅，譬如禪師中意話拈花微笑，禪師好中意話呢朵花，我哋有時見到問嘅時候幾靚喎咁，但係我哋冇話呢個花可以點插呢？或者係邊個插嘅呢？或者係點樣可以插得更靚呢？我哋有時只係問話幾多錢啊咁。佢識諗事情睇得到表面嘅現象嘅後邊，所以佢又有一個講，佢話咩明鏡亦非台啊，何處惹塵埃啊咁。佢講呢個明鏡係可以摧毀嘅，所以點會有灰塵呢？將來啊講緊。所以你唔使為今日嘅嗰個鏡靚唔靚，你好擔心，你可以改變佢。耶穌就係咁樣講，耶穌用我哋人嘅説話講俾我哋聽，用人能夠明白嘅。我成日講人因為神創造嘅，所以我哋人無論信嘅、聽過或者未聽過，佢嘅反應係一樣嘅。耶穌話我哋要心靈誠實敬拜佢。耶穌嘅年代。所以到拉尾教會唯有一根基，個根基變咗歪咗嘅時候，根基變咗贖罪券嘅時候，根基變咗係一個制度僵硬嘅，冇適切嘅幫助所有嘅人嘅時候，甚至係違反一啲聖經嘅講法嘅時候，馬丁路德喺1517年就改教，將神嘅説話擺喺我哋嘅心度，要每一個人用心去睇。好湊巧嘅中國嘅文化，亦都有好多古老嘅嘢，所以到16世紀嘅時候，王陽明佢亦都係將心學傳揚出嚟。佢未聽過耶穌嘅中國嗰陣時，但係佢由心而發，就摧毀咗過去嗰啲八股嘅嘢，令每一個人從心入邊講，於是佢能夠更加嘅知道人生，更加知道嘅人係乜嘢。耶穌就係想我哋咁，所以耶穌佢聖經入面話：我唔喜歡祭祀，我唔喜歡其他，我希望心靈誠實。所以喺呢個裏邊，耶穌用心良苦嘅話俾佢個門徒聽，但係因為佢講嘅係心靈嘅事，因為佢講嘅係更加超越嘅事情，更加能夠俾我哋上一層嘅喺神嗰度嘅事情。所以喺個裏邊，佢講嘅就唔係淨係對2000年前嘅門徒，係對以後所有嘅人，對我哋每一個人嘅，我哋知道自己嘅弱點喺邊呢？自己嘅能夠再做嘅係乜嘢呢？自己能夠可以更加嘅與神接近係咩方法呢？我相信我哋都有神嘅創造，神嘅心靈，神嘅激勵喺我哋每一個人嘅心度。一句，我都有個朋友同我講，佢話佢當然好聰明㗎啦，即係聰明過我啊。咁佢話：你哋唔需要諗用乜嘢方法傳道㗎，你只要覺得有效就得㗎啦。譬如你對一個70、80歲嘅婆婆、公公，你只有話神愛你啊咁，你唔需要擔心佢會問神喺邊度啊？佢係點樣樣㗎？佢點樣愛我？你唔使，但係你已經幫助咗佢啦嘛。你使佢感覺到呢個就係得㗎啦。冇人可以話你喺呢個邏輯上有問題，或者係推理上有問題，因為你目的就係要使佢知道神喺度，神幫助佢，神安慰佢，神能夠令佢得到希望，能夠知道將來。所以我哋睇下耶穌基督佢喺當時候喺復活咗之後嘅一番説話，
唔係淨係對當時嘅嗰11個門徒講，而係永永遠遠嘅話俾我哋神創造嘅。神特別俾恩典我哋，等我哋聽到佢嘅説話。神特別俾我哋成為基督徒。神特別俾我哋能夠有侍奉嘅機會，能夠各樣各樣嘅侍奉。呢個説話，佢自己嘅能力就係喺呢度。我哋話佢嘅將來、當時、將來、現在，全部都一樣，使我哋能夠更加嘅蒙恩。所以當我哋睇到教會入邊各樣各樣嘅事情，各樣各樣嘅困難，我哋諗起耶穌基督俾我哋嘅話俾我哋聽嘅一個時間嘅概念，就喺我哋聖腓力堂70年紀念嘅時候，我哋用時間紀念我哋自己嘅信仰，我哋用時間紀念神嘅恩典，當時嘅恩典一直到今日，永遠存在，永遠嘅幫助，永遠嘅能夠使我哋更加與佢接近。所以我哋唔需要擔心我哋嘅困難喺邊度，我哋唔需要擔心我哋自己孤單成點，因為神喺度，因為佢一直喺度。所以那日時間將到，佢嘅背後係乜嘢呢？我哋每一個人嘅感覺係唔同，每一個禮拜堂都唔同，每一個禮拜堂佢哋慶祝嘅、講嘅、分享嘅都可以係唔同，但係神嘅説話係相同。神嘅説話係那日就係佢要俾我哋神嘅日子，時候將到，就要我哋知道神嘅應許係一定會嚟到我哋度，我哋唔需要擔心，我哋只係睇下我哋嘅應許，我哋嘅感覺，我哋有冇同佢數算嘅日子呢？我哋有冇呢個經驗係將到嘅經驗呢？我哋有冇改善嘅經驗呢？已經到啦。如果我哋完全冇嘅時候，我哋真係要奉佢嘅名，好好地思考。所以我相信神祝福大家，我相信神祝福聖腓力堂喺呢個日期，喺各樣嘅事情上都進步，喺各樣嘅侍奉上，各樣嘅教育嘅工作上啊，你都唔錯，有個人數係咪聽講？喺咁困難嘅時候，都喺呢個地方，神帶領我哋，而且我哋相信神亦都俾香港路德會，雖然你哋印錯咗個字啊，個德字寫錯得唔得嘅得，唔係道德嘅德。咁啊，但係咧，神俾我哋嘅係超過我哋期望，神帶領我哋嘅多過我哋感恩，而且我哋彼此大家都係同心合意，希望上帝更加嘅透過佢嘅僕人，佢嘅弟兄姊妹，佢嘅每一個侍奉嘅喺各種單位、各種情況入邊都係彼此關懷，彼此大家配合，彼此嘅知道到那日，而且時候將到，神祝福大家。各位請站立，跟住我哋係唱呢一個奉獻文程序表內頁嘅奉獻文，即係教會唯一根基之後。Amen.
各位請坐。現在係收奉獻嘅時間，奉獻期間，我哋唱程序表內頁嘅求引領我心，我哋唱兩次，求引領我心。請聽司琴彈奏。求引領我心，引領我心，願盡我心敬拜永活神。求引領我心，願為你傾出心中愛慕。求引領我心，明白主恩，跟主我心結合，從愛心捆綁，一生愛着你。請一同嘅站立，我哋為奉獻感恩祈禱。全能永生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上主你嘅深恩大愛，看顧保守聖腓力堂過去70年嘅歲月，更求恩主你繼續嘅拖帶我哋，帶領我哋，使用我哋聖腓力堂，我哋嘅眾位同工同埋每位弟兄姊妹眾長執，我哋繼續嘅去傳揚福音，繼續嘅牧養主民。同樣更求恩主繼續嘅施恩憐憫，保守帶領我哋嘅幼稚園嘅教學工作，透過我哋幼稚園嘅教學，讓更多嘅學生家長聽聞福音，亦喺面對正如會長所言，喺修身嘅困難當中，懇求上帝你更大嘅恩典都俾我哋幼稚園係修身，亦都係教學，讓求主賜福保守我哋每一位嘅教職員，都賜佢哋嘅聰明智慧，更多愛心同埋忍耐去教學。亦懇求恩主賜福保守我哋今日未能夠嚟到教會聖壇前嘅弟兄姊妹，特別因病或者身體緣故喺護老院或者家中療養，懇求恩主你聖靈賜佢哋平安與喜樂與佢哋同在。主啊，我哋奉獻上嘅金錢，求主賜福悅納，好叫呢啲金錢在主你嘅聖工上使用合宜，榮神益人。以上禱告感恩交託，奉靠救主耶穌基督嘅名，阿們。請仍然站立，跟住係聖餐禮儀嘅部分。願主與你們同在。願你們同心仰望主上帝。我們一生仰望主上帝。我們要感謝主我們的上帝。正當如此進行。實在真正有益的，正當合理可行的，就是無論何時何地，藉着基督，我們的主感謝主聖潔全能的父，永在的上帝。所以我們同着天使長、天上全軍，高聲歌頌你榮耀的名，時時讚美你，而且説。
在天上的父，願引導主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脱離兇惡。主耶穌基督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對個門徒說：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約，就是為你們流出來的，是罪得赦。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願主的平安與你們同在。各位請坐，現在司法聖餐嘅時間。凡係搬會堅振嘅教友，或你相信這餅係主耶穌嘅真身體，這酒係主耶穌真寶血，歡迎你前來同領主耶穌嘅真身體真寶血。飲完聖餐杯係擺翻喺個盤嘅，唔該。願救主耶穌基督真身體真寶血，堅固保守你真信心，直到永生，願你平安。頂埋着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寫嘅真身體，與佢合嘅真理。
着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寫嘅真身體，以及流嘅真寶血。姊妹拿着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寫嘅真身體，以及流嘅真寶血。弟兄拿着救主耶穌基督為你所寫嘅真身體，以及流嘅真寶血。願救主耶穌基督真身體真寶血，堅固保守你真信心，直到永生。願你平安。只要拿着救主耶穌基督為所寫嘅真身體，要流嘅真寶血。只會拿着救主耶穌基督為所寫嘅真身體，以及流嘅真寶血。並拿着救主耶穌基督為所寫嘅真身體，以及流嘅真寶血。只會拿着救主耶穌基督為所寫嘅真身體，以及流嘅真寶血。只會拿着救主耶穌基督為所寫嘅真身體，以及流嘅真寶血。願救主耶穌基督真身體真寶血，堅固保守你真信心，直到永生。願你平安。